来这边。来，我们看正前方，看起点这边，对。来这边，在旁边。脚可以举高一点点，对，来这边，对，好，对，这边。好，这边前面这个正前方，这里。可以想做吗？对。你一定要看回来，对，看近点，那个。对。好，恭喜您，请留步。对，身为今天我们最后一位得奖者啊，这个压轴的大奖真的是非常的高兴啊！刚刚看到说您在台上，还连小朋友都一起上去感染这个喜气。那我们现在也把这个喜气跟现场媒体朋友来分享一下吧，这个得奖的心得。是，我很感谢汉声电台，它是一个老字号的电台，但是老字号电台还可以在流行音乐这个项目当中得到奖项，我真的非常的开心，也替我们汉声电台争了一口气。因为流行音乐节目其实，在汉声电台不算是一个大众哦，但是拿到这个奖，真的也证明汉声电台也可以做流行音乐，而且是同时具有娱乐性又具有深度的节目。是，谢谢，谢谢您，恭喜！那也请为我们继续制作更精彩的节目，谢谢，恭喜。那么现在时间也已经超过10点钟了，非常感谢所有还留到现在的媒体朋友来。跟我们这一届的金钟奖来共襄盛举。那在我们下个礼拜10月22号就是我们的电视金钟奖。那举办的场地也是在国父纪念馆，也希望到时候大家能够继续来捧场。好，今天辛苦大家了，我们下周见，谢谢各位。